你禁不住有見望向天，盼望放棄。當然你沒可能迎住天意，但你不自量仍然去試，令我忍着淚從頭開始。誰好得太過分？誰死心塌地作我回音？淡淡然微笑着，若要哭得比我狠。誰不准我慰問，只准我放心，蠢到為我分憂解困。即使我明明有錯，一雙腳如何奮進，還在等。天光太敏感，總渴望有多些指引，迷途後望向自己足印，可否怎過人生？和怎麼去愛人？才不管我在哪裏被困，沿路抱着，讓你知。責任修補我決心，不再讓我天空灰暗。想反過來嘗試愛，卻竟然與我無限近。你最默是多謝，俾啲掌聲林家謙。好耐冇見啦，上次已經唔係已經上次同台已經4年前，
拉粉好似係，哇！我好記得雖然我呢個講過呢個故事㗎啦，當年已經，但係我覺得在場嘅好多人應該都未聽過呢個故事。邊個未聽過？可唔可以俾我講多次？可以，可以講先。當初我記得我一入行嘅第一首歌，其實唔係你哋記得嘅1號種子，好似係林家謙老師嘅一首歌，係當初佢加入嘅，所以都可以話係第一次我入錄音室嘅時候就係、即係啲童年陰影啊嘛。唔係，其實都幾啊，因為嗰時候係咁俾你捉啲咬字，跟住我就覺得，原來錄音咁辛苦，就差啲抹殺咗你嘅之後嘅星途啦，就放棄唱歌。所以真係好有緣分。跟住我都想講多個故事俾大家聽嘅，就係、前一排家謙老師唔可以叫你先可以唔好咁老叫我，老咩師啊？咁我有同學得唔得？佢開演唱會嘅時候，跟住有一個小故事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、我有一位朋友，佢好中意林家謙同學嘅，咁所以咧佢就佢係喺新加坡嘅，咁佢特登想飛翻嚟香港睇佢嘅演唱會，但係因為有一啲事佢嚟唔到，跟住我嗰位朋友佢都係咯有少少情緒嘅問題啦咁樣，所以都真係好拜託我同林家謙老師同我講聲話，可唔可以俾啲加油嘅鼓勵説話佢？咁所以我嗰日就即刻 WhatsApp 咗林家謙同學啦，咁我就特拜託佢呢件事啦，咁跟住佢真係即刻覆我不特止，仲喺佢嘅演唱會入邊講翻呢件事，所以都真係幫助我嗰位朋友好多，所以當我朋友多謝你。我覺得有時做呢啲嘢，我覺得深刻我同你係有少少呢一個方向，就係好想幫一啲朋友，但係我哋唔會好想講出聲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白。即係你都叫我即係唔使講咁樣。即係我覺得阿姜係一個咁嘅人咯，咁所以就多謝你。我嗰位朋友都佢話：，你講啦，你可以講。叫我。好啦。所以我多謝你。翻佢唔想講就唔好講。我話要去翻大嶼嗰度嗰啲。去做咩啊？嗰時話有一首係咪？我有一首好似好傳説入邊嘅一種歌。